两肉，对，松板猪哎，也给重成本。哦，你嘛干嘛？你说重成本还是松板肉？因为我自己就有3层肉啊，很亲切，很亲切，真给哎，八强，啊，因为对啊，急的时候就唱歌。分爱多一的关心，分爱多一些爱，唔好用爱参与心门爱。等一下，有时间，算计成功，切的大小块，我马上切的啊。大小块插豆，因为刚刚你不是客家人吧？抱歉，我是道地的呢。来，爸爸说一句话，来，爸爸在哪里？电视机前面。三条铺，你係答案係嘛？你係答案係乜嘅？很忙的，你係家主餐吃王。Hello， 各位电视机前面嘅观众朋友，大家好。還有收入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鐘白強。今日呢同歡喜來到嘅新竹嘅竹貝啊，道邊嘅。我現在講到竹貝，我想到乜嘅形容詞啊？哎，談到竹貝哦，竹貝吼，我會想到。哎呦，一聽我就歷史當久嘅建築物哦，真嘅嗎？啊，我很有歷史感，對不對？還有做功課哦。其實呢，想到竹北，一般你會想到就是有科技，這邊呢有很多的科學園區。可是呢，你哈提到了，對，你哈企業呀給手菜呢，大家會發現到，其實呢，跟很先進的印象是多麼共用嘅，因為呢，當係背後呀嘅林木祠堂。呀，個林木祠堂呢，幾隻太隻延期啲都黑哦，林間呢都200年前出來都有特別開建呢。哎呦，唐講哦，記到地圖哦，完整的高歷史哦，保留下來哦，從係到哦家族議事嘅宮廷問禮堂，還有大福地哦，還有好幾座古厝，地圖全有呢。冇錯，喺講睇自己要幾飛來嘅話，所以到順後有看到原址，就是年代幾多希亞嘅木嘅時節啦，嘅叫做奶磚。對，這樣係已經有長高嘅，唔過原址行喺做到順後看得到哦。哎呦，非常好哦。古時候呢，都有嘅竹貝啊、地味素啊，要按到客家人其中嘅素菜。今日呢，就會先來分享到貴腔嘅評審欣賞。冇問題。先來分享到嘅係劉雪玲、劉師傅，大家好，劉雪玲啊，謝謝。還有非常燃刀哈，盧俊明、盧師傅，大家好，我係盧準兵阿兵哥。只要先來看一下，到底叫咩嘢鐵錘子田料理係乜嘅咯？馬上來看，來，今年吼鐵日講嘅主題嘅料理係乜嘅呢？哎呦，玻璃菜乾炒豬肉，哇！呀，個玻璃菜乾絕對是它的靈魂，而且呢，為了浸到完以後，係已經成年嘅玻璃菜乾冇按過，天然嘅酵素哦。古時候呢，也給等下冰落去嘅時間，係最初有味道嘅關鍵到了到邊。所以吼，做啲冰中度哦，係咁講啦。等下就都邊我會談清楚哦，了解料理我弄伴走啦。三天下來呢，就來先來分享到基本嘅參賽人員。第一組呢，分享到係風吹嘅係李良姊妹，分享到嚴正靜還有孫傲靜。歡迎你哋哦，很強哦，還有牽手哦，還有哦，喺啲吼攬住吼感情嘅東河嘅婆媳檔哦，喺啲分享玉春姐還有玉倫姐。哇，你和人家玉倫姐，你好意思？哎，我也叫你明珠姐啊！我事實上就是你的姐啊！嘿，該係一種尊重啦，係咪？哦，係啦哈，好，叫咩嘢？也係媽媽老妹嘢，今日嘅時候呢，係兩姊妹，喺這年頭嘅話，應該係要做農，冇開要會煮菜，不過看起來有冇開少嗬？我不看冇做農。哦，冇怪，你喺裏邊嚟到全部都係加分嘅啦，比如創國嘅本體價。哎呦，創國嘅節目嚟哦！來，點樣帶來馬高橋本體價？愛情嘅車咧，愛情嘅車咧就會記啦，記住係下嘅愛情嘅車咧本身啦，記到了啦。現在正常夠厲害，我講。清唱。來。超輕易，愛情嘅車嚟啊！
挑戰自己心，挑戰愛嘅愛，愛實在唔得心難開。一對鸳鸯本應拆分開，想到夢這就流下來。掌聲鼓勵！真勁動吼哎！衝到真嘅，衝到心肝肚氣，因為有見過啦。你的男朋友，過去的男朋友會那個新聞有寫。好，大家自行 Google。好，這個本是有給兩個片。冇問題哈。該好好就講講吼，今日兩婆媳吼感情非常好，係嗎？係嗎？他還故意寫給節目組看的。真緊感情動好係嗎？好嘛，好啦，梁生會強下做菜。哦，喂，哦，你有冇冇講過哈？佢最順佢。你撈幾講啊？撈哪一個？你會不會是湯姆斯客家話？客家話。對啊，你湯少客家話。我咪係唱去年長學下會的哦。我要問一下，因為記得感情動好啦，平常時候就馬個時間吼做啲強下做菜。啊，不是的，俺不是的哦。對比賽有信心哈，有信心哦。有信心，有信心。動好。好啦，馬上啦，馬上。我來進行進行踢館嘅比賽。木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兩嘴的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取捨。本來係亞木卡嘅較上癮，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一家之主上菜嚟。為到吼明珠姐，所以吼愛到換遊戲了。話不是這樣講，絕對不你不是，你真的不能這樣講，因為松敗高壓還沒輸。可是踢館呢有關鍵，我先透露給大家知道一下。莫塞利固完用緊有，因為它不是比次數，因為喊係肉吼夾啦，咁吼冇事吼會扣掉咯，幾分鐘嘅主菜嘅時間哦。好啦，那個吼夾係嘛嘅夾，快啊！好厲害！好啦，來，好，準備咯。計時搶開始，開始，來，哎呦！加油！慢慢來，唔係動，別驚，唔係動。好啦，爬。斜的好像比較好用，對，斜，一直這樣。頭抬起來。我終於贏了！哦耶！旁白換遊戲，謝謝。換遊戲，謝謝，而且我贏很多哦。我係幸福哦，不能給自信心啦。哦，唔是。我係榮幸咁講出來。這個唔是，唔好自信心，我嚟比賽咧，拜拜。來，好，來，第一步會做乜？切洋蔥，切橫的，要切一條一條的。好，一條哦。一條。玉倫不要太相信。還有馬改，蒜條，蔥兒切斷。計時預備開始。哎呦！等一下。快！玉倫很緊張，因為講夾，而且還可以講塞，再粗一點。哎呦，哎呦，這個好，這個切的好，把醬蓋。等一下，這個是要拿去燉洋蔥的湯的。等一下，該梁生那隻哦。你不要切到手，拜託一下。不會啦。哎呦，你講它好醬哦。小心哦，你還輸，拜託一下，拜託一下。哎，你的手不要再切了。我覺得玉倫他真的有厲害，給他走出來，透到後心 Q 呢。玉倫是哪裡人呢？彰化人。彰化人。那你會做肉圓嗎？不會。還有馬蓋。從來切斷。哇，這客家話現學現賣。好，這樣6。還有馬。7、3、2、1。時間到。換了。哎，不要我扣退1分鐘。一起坐在 Q 花座，待會再2分鐘。我跟你講，來，你們知道它是什麼嗎？什麼？它是第1棒的老鼠屎。
有吗？什么时候有发生过我不？认为。我来，让他等下要切葱诶，葱诶切节，也要切发，切节。刀。来。好，恋爱时间有。这个根要留着哈，不会打松哦。那一不向哦，别向。亚给好，刚刚很多切的直接，为什么要这个先放开来？因为亚给要先，这个是比较慢熟，过之后它重点是一开始会让它边香的部分这样子 ，OK？怕。学姐都会搞很会喝，摸一天一年都是制造冲突。哎，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对不起。哇，你看西给人圈那都一切冲的哦。对，没呀，人家有说过，人生要是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加个眼神就会成功嘅。你冇专心切菜哦，你还马来耶。哎，你走动作时情哦。没妈很爱搞。因为帮剖腹产哦。哎，改下线上就告过，你们班会切辣椒系么？咩系安样嘅系么？錯。等下看你聽定記住學到嘅，你要學到嗎？要，因為先壓下去，係嗎？3、2、1，溫數。好，溫數3點下去了哈。來，好的，繼續，我要接着下去了，1分鐘的時間哦。計時搶開始。嘿，加做的 Q 下周，就在 Q 下周。这一步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孙友记，我 Q 下了。要不要先热锅喊黑甜薯猪肉黑没用给安那个猪酱给呢？是吗？黄金6两肉，对，松板猪哎，你看这个选的，对，要给重成本。哦，你嘛干嘛？你说重成本还是松板肉？黄金6两肉，全地。这个都要倒闭的啦。哎呦，酱给的手菜哈，做的 Q 下周哦。4、3、2、1，做得快些！哦，好，咁你就繼續下去哦，也給播嘅準定哦，我先讓佢改改票，來，我有3咯，快點！你看玉倫，你看起來係專業嘅，玉倫好厲害哦！你都先嘅豬肉嘅鋪一係3,000肉，3,000肉，3,000肉雖然冇松板肉很好貴，不過食起來我感覺個口感。還蠻凍好的哦。這聽你講不準，而且我跟師傅老太太講一下，先要跟你媽媽檢查咧。佢當然用松板肉炒好好食啦。哦，3,000肉，問題3,000肉叫3,000肉嘅冇同樣嘅部分，係沒有冇同樣嘅做法，沒當好食。嫁來做客家媳婦幸福嗎？還蠻幸福的。怎麼說？牛辦公。好口福，好口福，對，要幫客家男人扳回一城啊。對，還有呢？客家男人很體貼，真的嗎？很大方，不會很小氣。完全跟你沒有，完全相反。你不是客家人吧？抱歉，我是道地的呢。來，爸爸說一句話，來，爸爸在哪裡？電視機前面。因為我自己就有3層肉啊，很親切，很親切，真嘅。八強，還用哎，對啊。客家男人很體貼，真的嗎？很大方，不會很小氣。完全跟你沒有，完全相反。你不是客家人吧？抱歉，我是道地的呢。來，爸爸說一句話，來，爸爸在哪裡？電視機前面。好，我要去看哪個片場了，加油哦！好，加油！以前有嘅奉獻嘅動體片呢，先生，因為我感覺啦，豬肉圈係牛啊。做乜計？我切嘅時間我要先分層係麼？基本上佢哋炒下好炒，客家松板肉，依家油啊落香吼，去夾層就用啊，佢讓因平平切咯，會好太地啊，好乾好好，會好熟啊。锅子可以熱哦，各位先醃一下哈。好厲害。該嘛該？油噶，油個。佢好利菜講係不開係嘛？朋友啊，係嘛？佢即個西啊，該係水係麼？還係米酒？酒。好，我哋要去看嗌雞片這個鍋子已經熱了，做得煮誒，忙標油哦，忙標油哦。哇！該下我就看到吼調味挑米嘅部分呢，係玉倫負責的哦。哇！他就話記得有個玻璃菜乾呐，沒有切哈，沒有剁碎。有啦，還切一點嘿。沒有切得很細，它用口感哦比較扎實。好了，
好，我很凶你的婆婆。差不多，现在看到最后那边了哈。好 ，OK， 这边差不多。来，你加油了，加油！这个要把这个是要先捞起来，因为这不能炒太久，对不对？所以我们得炒香油。2分钟哦。要懂好温人家张色的戲呢？咩？你唔可以結貴你唔會貴，唔該選豬粉啦，嗬。係啦，豬粉是咗豬粉啊。哎，然後豬肉攤會熟，但賣多。對。哎，你一條豬是2地的呢。係要還1分鐘哦。失去90秒了1分鐘。最後一版哦，跟芒樹。來，夾啦。唔是緊張嗬，唔是緊張，來菜。甜來。哦，有的重點冇說，等一下好誒，等一下好。我哋有雪玲老師吼，雪玲總部師吼，最擅長嘅係肉熟哦。剩到1分鐘，真勁啊把握無，真勁啊把握。酸的沒好落去嘅。酸泡芒，酸棍。哎呀，唔會調油。唔係啦，佢高麗菜食油啊，佢會到油食睇。水分平常不用給哈。加油！還有看到我變得很緊張，因為呢，來吃後講高手都兩個時間行去做料理比賽嘅時間，一定要把握到嘅東西哦。夾哦。做得。champion嘅哦。做得。調味重番。挑米。久啊，還好吧。20秒嘞，20秒。好緊張哦！好，時間差唔多嘅哦。我倒數咧吼。6、5、4、3、2、1，時間到嘞！大家出嚟試看啊，到底你啊關啲度，奈冇卡米西較好食咧。好，加幾個呀？看比賽講後呢，你下就隨來試看啊，到底你啊關啲度，奈主張係你嘅太中鋪哦。現在選一個大食量該組，對，係嘅動態盤哦，將它趕緊搶贏哈，唔養隱身。你都有準備開鬆板肉，還這麼大方吼，對，真的。緊緊吼，嫁給客家人有口福，真的是有口福哈。你家人需要幹下會調油其實唔壞呢。你滿意嗎？要滿意。係自己講真，唔可以講流行賣瓜。都有心情啦哈。你一下吼，攞去試看，我都有講吼。好。雖然係3層肉，冇應該鬆板肉很好喝，唔過，我都有個做法很好特別咯，因為該玻璃菜乾係你自己做的哦。好的。哦，自己做的哦。我自己沒懂好是3層肉啦，所以我不覺得說3層肉有嘛整差，我是這樣覺得。因為我自己就有3層肉啊。對，真的。非常有親切的感覺，很親切。很親切，真嘅。白強，哎呦喂，哇，玻璃菜乾都香誒。你看自己做的冇強龍哦。自己做的？對，自己做。要不要繼續誒？大概有3個月了吧。3個月。好食，真嘅好食。因為咧仲係從伊冇曬到乾燥，我效果從佢講做咧係不錯嘅，仲係效果還有一點水分啊，是了以後先咧。觀眾沒有看你個炊事，應該沒有一個想法咧。係啊。先請你嘅劉師傅搶分數。哎呦！哦，實至名歸，唔過喊我來看，盧俊明盧師傅搶分數。恭喜！劉師傅搶了老太姐，講一下做乜嘅會先？因為做乜會先南水呢？而家喺夾時間，有把握到夾時間。哦，對，這時間關鍵很重要啦。你係比賽，你係比賽 PK 賽，啱過咪要注意到要實踐性。雖然米頭好，米絲好，啱過實踐性差太多了。等一下，差強度嘅啦。對，好。咁個盧師啊，傅，種時間等差，但應該講誒，個要調油嘅個麵頭啊，嗰啲嗬，所以個麵頭啱講誒要鹽味啊，所以咧氣管是唔易當嘅。你都要計調油啊，調油嘅麵頭很好啦，我都要計玻璃菜乾。你用家煮嘅麵食都會當好食。等一下呢，你休息一下，多陣來時間請劉師傅來教太子家，該來嘛該試過料理。總鋪素滷菜。好，接下來呢，請劉師傅帶來佢嘅試過菜哦，這一定要摸足把劍來，好好的把它學起來。學起來之後，轉豆腐還沒自己做哦。是，而主要是試過菜有啲乜名？高麗菜飯團。哎呦，飯團。高麗菜做啲你有卡專門食的係
萝卜干的饭团，聪吗？对，你啊用高丽菜来做嘅饭团。哦，好，你下先来看一下食材有乜嘅？有你饭煮好嘅饭，对，哈，你当葱叶嘅高丽菜干，哈，你高丽菜干，还有嘛个咧？你高肉，高肉，你葱诶，你蒜头、辣椒诶，当简单，猪油，哦，猪油啊，嘿，弄简单。好，水开始走，水来开始走哦。对，哎呦，来特写一下，看一下，哇哎呦，安家咯。好，先生，我问一下吼，该玻璃菜干吼，该颜色用办法有冇强容？因为我看玉春姐姐哦，你该下自家做嘅玻璃高丽菜干，该色泽不一样时间还有讲伊晒要走啊，冇走，风水冇强咯，因为佢全部嘅晒走，从个高丽个菜条干样嘢。所以係好湿嘅样嘢。假使我自家我去买吼，哪一种的玻璃高丽菜干很好选？其实看做乜嘅东西。哦，高丽菜干晒好，唔好天然落冰箱，要冰要1礼拜、2礼拜，并佢香味出来，香味出来，你这样做在冰箱。欣赏等一下哦。明珠姐，你刚才有看到吗？专业的鸭子只该放些，然后再嘿，观众可以自己去做比对，完全冇强容。对，真的是完全没有，因为俺本身条路会主持，你本身条路会厨师 ，OK。各自有其各个专业啦，对，哪个专业系嘛改？不是按用胸动嘛，该就一听我了 Q 俺一下，我在认真的学料理，OK。不错哦。对，俺今日懂音者，全部都去切成末。等下炒，等下爆热。你不卡生意的呢？佢食佢每食嘅料嘅菜啊，你就按你叫面佢就看唔食咧。来，那你啊先用一啲猪油。哦，你听我用猪油哦。用猪油还香啊。动用。你猪油动用。让明珠姐强容香呢。这倒是真。你要比例。哎呦，你是这个味道。这个比例啊，哈，你要比例1比1啊，你按多嘅萝卜干，咩嘅高丽菜干，按多1比1，大家有记得哦。每调到嘅注料哦。嘿，木款呢高丽菜干呢，去爆板烟、台板烟冻好食。真的。在爆板烟哦。整件冻好食，大汤圆。其实上都是上到菜脯强浓的概念，对啦，只要菜脯在做的东西，高丽菜干没做。跟那个菜脯一样。哎呦，高丽菜干。好香哦！对啊。天啊，今天拿来搅拌就是后悔啊。对呀。他们很下饭，不用做饭团了，直接做炒饭就可以了。等一下吃掉血的哦。对。哎呦，很香。我还圈爆天啊！溜一碟，你细细炖来哈。要这个冻参掉诶。系啊。要再崩饭就好诶。还有你用个辣椒吼，跟烟色吼，食这吼，你没就骨头呢。哎，要给它有色香味啊。好，来，现在就来包了。包饭团。你需要抹个玻璃那个字吗？不用，来，用海苔哦，用做手卷啊。对，用手卷啊，你不是这样翻团哈，这样你捏一点点。好 ，OK， 好，来，好 ，OK， 透视王。哎呦，来，透视王哦。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啦，很香你哦。你看，信上全冇讲过呀。做得透色的。哎呦，它少一条。等一下，玉轮先试看。为什么？为什么？她老公都给，她老公在那。哎，我是他老师哎，老师跟学生是能干嘛？夜斗三跳舞。好啦，应该答案系嘛？你答案系嘛？哎，很忙的，哎，你系一家主餐吃王。等一下，玉轮先试看。为什么？她老公都给，她老公在那。哎，我是他老师哎，老师跟学生是能干嘛？就安尼包落去。生日的母嘛会食饭，好吃哦，生日的母嘛会食饭，就安尼包。靠本生日的食，
公平对待好不好？看一下我们瑞儿姐多想吃。哎呦，来，对呀，来，好人俺袂跳，唔怕啦，这款，瑞儿姐还有摸叶蟒嘎，来，用该做家庭咯。摸鸡肥咧，孙女哦，好像哦，好吃吗？对啊，而且还有空空你嘎，再把这个饭再捞去煎一下，对，也可以焦焦的，对，这样又更好吃。汉总得撒那个什么海苔粉，或者是什么松的，对，肉松啊，芝麻，很供应的扁饭啦。该很装饰哦，装饰用啊，装饰呀。信上仅敬唐明珠姐讲，仅敬是走10年呢。哈？真的啊？摸啦，等一下哈，最尾感应吼，直接吃。好，你就吃掉，现在可以给你吃。哇！哎呦，对一下。哎，你让我等一下我吃个东西全拿走了哦。要把你等一下要吃的全部牛肉盘都好了。因為先講糖度，我等下回事，他是。還有溜本色啦。好啦。好。客家人的菜煮誒台灣台灣哈。係啊。你要煮。跟你放下面按钮也是啦。等他。客家人的料理吼，每走的走的動有創意哦。好，哎呦，就完成可以嗎？完成嘞！好，两个看起来呢，就东想你是的两个刘师傅的4個料理都在奶煮做的是的多呢。先請劉師傅為大家來出題目。好，我哋出嚟啦，留兩吹出答案要做好哦。好，嗰啲菜講係台灣咧普遍咧嘅種嘅菜，對，佢係乜嘅殼，然後乜嘅菜係同樣嘅殼。A 係乜嘅啦？嗬 ，A 係法菜啦，嗬，都係喺奶你答案嗎？來，先派出猜拳王。假使哦，唐朝，假使讓嘞，卡錢的喂，我是有機會做得選。拜託你聽。假使你輸嘞，我完全冇機會，所以拜託你一下。拜託。好 ，1 2 3 go。剪刀石頭布，耶！好啦，呢個答案係乜嘅？呢個答案係乜嘅？很忙的。你係而家做餐吃王。咸草莓蠻好吃的。這個嘛哈 A 啦 B A 啦 A 啦。他既然你講，他已經被他污染，他們兩個已經係 Q 那人講哦，素人就做我們的事咯。你選。你總得選。我沒有看到答案哦。我輸得不甘心。我有拍節目啊。我不甘心。要他們選了，而且你到選呐。啊，你選。真的哦，那就不要吃好了，給你們吃。好，所以答案我選 B 哦。選錯哈，靠填料哈。啱啲哦，你選 A 係嗎？你感覺答案係乜嘅？你感覺係 B 呢？十字花科。你感覺係 B 呢？基本上你們不能選，你知道嗎？我們已經選完了。好吧。對，我們已經選。你講沒錯。答案是什麼 ？B。你看啦，客家人都說謊，我不能選啦。有冇沙條？因為高麗菜係十字花科誒，對。基佬花菜係強科誒，對。爆麥呢佢係菊科誒，係強科誒。用銀呐，做得吃色。耶！吃飯啦，師傅。哦 ，Thank you。師傅，你冇見中啊？我同你一道啦。師傅哈。哎呦，狼吞虎咽。你都上節目也要有形象哦。對對姐，老太講一下需要 Q 咁樣吧。當樣，韓國噴咩當 Q，當好食。好食嘛，幾多分？8多分。超過100分啦！真嘅係非常嘅好食，睇時間你都不卡啲都做得來吃做看啊！唔講你生下來見狀嘅來最鬼面嘅一關。最尾這關來咯！我係太祖譜，用最運用接力嘅方式，運用客家特色食材，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用最咁嘅嚴厲睇見狀嘅殺卵款款喎。
都带玛莎张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你谁来上菜了？水形状最美嘞哦！因为刚刚送一罐的时间是1比1平数哦，这就是关键性的了。系啊，我来看两罐吼，我用马个主庭料理咯。好了，哎呦，来个，哎呦，哇，丰盛的，喊我丰盛的甜椒，哎呦，这位哦，刚刚用来滴嘞，因为做杯呀到尾虽然讲也下係非常的科技化，调白呀到尾啊係原住民对它到尾打猎的时间的场所。不过呢，因为呀哈某人在这里打猎了嘛，那但是呢，呀到尾农民朋友就开始了专做呀的高品质的作物。这么说高定地，因为现在有很多种颜色的彩椒，刚买加湿以后传糖低度是不是一定要有彩椒？因为我哋讲嘅注意风吹啊，有风色一定有风色，它的呛色一定出来，好个色香味动中了。错，加请问一下卢师傅，今晡日你要用哪个甜椒来做嘛料理？我考他这个用四色愉快，四色愉快，就2色而已。系啊，赶紧想办法啦，这个想办法咯。你俩没动中了，我哋做白了到有人来起了乌鱼，对，你教大家用了乌鱼来到了甜椒来结合，做了四色愉快。喊上底佬记得吼，讲热掉掉嘅热点点嘅提示，用办来做俩头菜。提示好，我哋哦，还有呛色呀嘛，我哋也是青椒。还有一只色是的色，某是用洋葱的白色，某是紫色洋葱配色。最简单的是先炒过了葱头啊，可能通过。好，小狗来煮一下，个甜椒是冰下去烩一下，还有动重要的一含酸甜的梅头，含酸甜，紫苏梅，梅的梅头还有一个开胃啊，酸甜，是像刚刚说过糖醋排骨那种感觉，是，但是唔系做风的，做拍的，一块切嘛个鲜，没有注意哦，冻虫了哦。等一下，喊住时间，马个时间做啲门嚟30秒，喊住90秒，不过马上做啲第到90秒咧，我来看题目咯。要烤台这个啊，我哋跳了甜椒嘛，就用板来拌，讲的来骂的，甜椒喊住讲的喊我知道。弯曲度，对啊，都也有。喺咧底下哈，尖椒的数量，想一下，因为佢系开发结果。所以嘛，又笨啊哈，所以应该系 B 系吗？讲安多没有意义。在哪比赛啊？玉春姐是不是没有猜过去？你还蛮团结哦！来，准备咯！是保证输的。让你做在线前啊！让你做在线前90秒了。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叫你还是剪刀石？忙闲的，你忙闲的。答案盖好，答案盖好。你嫌错系么嘞？你嫌错么嘞？爱唐玉伦啊！你嫌 B， 还是嫌 B？等一下，妈妈，你嫌好听吗？你没嫌 B 哈？好听啊！好听啊！你有拍线？你讲 B 啦，爱唐到嘞 B， 确定？没有办法，立志就会选 A 呀哈。好，我公布答案啊！系 B 啊！你用嘅底下来拌啊！吼，系有豉汁嘅，我哋讲係有豉汁嘅，係是媽嘅，吼，佢係要好拌啊！係散汁嘅，它是拱诶，要拱诶。OK， 会一用下 Q 它就会变成粉红色。你係拱啊？你係馬上係拱嘅，嗱嘛要豉汁係咪要豉汁？好啦，等下我用90秒內門。來，先來走。嚟，好。应该等下都切块，好，都切块。好，左边先那个，參詳好了呀，可能用咧。你聽下要提示嘅提示啊，又挑一塊一塊，一挑一挑，沒錯。挑了塊都做得啦。嘿，愛啲咧呀，用愛啲咧。對嗎？甜甜咧，量愛切架隻，時間愛看準咯。OK。我還是可以嗎？給停好了，給停好了。給切咯，這不是快嗎？快呀！可以，一地會調係地嗎？會調係地嗎？主材料啦，配材料提色。提色嚟要注意點咯。OK。天哪，該不會咁樣提咋？我該。有冇嘢咁樣提？哦，我知道了。等一下不要跟張伯謙講那件事情，拜託一下。
没事情。可以来看一下，我签的搞不要跟他讲哦，不能请别人签哦。好 ，OK， 我签要输哦。好了好，哎，那不要那不要了，啊，该唔要。那不要。 OK 好，哎，你该下捞明珠讲埋。我你讲解冲头的贵只병下去啦，嘿，我便宜的。等一下，那个玉轮揍你哦。也扁着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切，变成了你用中文面贴啦，嘿呐。哎呦，很好，好切，好切呢。你的嘅好，来蹦贴比赛咧，还有做马盖，该先병哦潘了，哎，用过潘呢，哦，切条，就按照那个纹理切一条一条再切块。哎呦，好，第二棒准备，啊，给玉人，输啊，好了，给玉人了。好，好，没关系。好，交接，好，整理一下。哦，中台嘞哈，太大了。哎，一轮还没哟。哎呦，海水，还好我是你的第一棒哦。材料啦，副材料，海水穿会注意。等一下没有，我等一下再挑啊。因为应该可以进来第一棒哦，就看得出来他有多厉害。有一个比对，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发现动作时机哦。该哦，发现很爱走哟，爱铺盐呐，铺太白粉呐，还切呢。还没按过呀？哎，你看你切太强，已变到鱼浆了。你被笑了。来，给你有提这白好多哦，切鱼要从肚子肉的地方，因为皮比较韧。我知道，等一下有。哎，你切干下有吗？会跳酱酥状的。天哪，我觉得玉人粥都输给真瘾黑懂。哎呀，你传到了呢。你错的，要先 Q 档位呢。真的。玉伦，很强哦！不要吵我，我快输了。对不起，那我们来一起聊天。继续，急的时候就唱歌。分爱多一的关心，分爱多一些爱，不好强的参与新婚爱。好，等一下有时间，拜托，你继续做，认真做，算计成功。很强哦！不要吵我，我快输了。对不起，那我们来一起聊天。继续。好，来去看看。来，加油！继续加油哦，来。哎，呀，你有冇按太坤？还有盲切呢，盲切啦。盲通盲我用药哦。嘿，这就是啥哦？盲通盲我用药。咁讲吼，我要讲一下哦。记得切开太细哈，好像不是适口的大小。哎，我很注重这个适口大小。你注重吗？嘿，因为我应该注意动态啊，我讲应该注意很娇小。嘿，像你哦，你这样子就没办法一口吃。对，唔怕哈，唔怕，你要小心。因为呀，给后你要要先切后，这样有办法通。这个顺序一定要把好，不用急。对，急了会乱了手脚，要搞给拉一下哟。急的时候就唱歌。对，你就唱歌一下。分爱多一的关心，分爱多一些爱，不好强的参与新婚爱，爱有爱会唔错，所以讲出来。我同阿豆手讲爱分开。好，等一下有时间，你继续做，认真做，不要烧焦，我们要去看 K P， 拜托。算计成功。会拉，不要烧焦。你们那边要不要唱歌一下？不会啦。你要冲口没有？要不要唱歌？有唱歌感觉光为什么可以加分呢？来唱客家儿歌，真的吗？走对，来，预备起。怎么唱什么歌啊？唔怕啦，现图，现下了忘记了。乜嘅？应该煮好了哦。好嘞，关火。冇你就加米酒去腥吗？啊，没有有啦，刚腌的时候有，腌的时候有，有腌的时候有，腌的时候有。我自己吓自己人，自己吓自己人。唱。9、8、7、6、5、4、3、2、1，完成哦，成功咯！
你会冲够吗？妈妈，我冲过位吗？妈妈平常戏剧唱蛮够吗？妈妈们，来，不会唱的就一定要唱，不会害自己的队友。对，不会唱。那嘛改？米酒，你好像在市场挑东西哦，拿了又放。给我们给我钱啊！是不是太大火了？对，声音哦。好，放着。哎，婆婆做什么都是对的，也不会太大火，对，不会太大火。嘿，唔会讲听哦，我哋喊住90秒哦，做啲停手哦。好，那就叫厨師幫幫我。你好，你口定哦，你确定哦？好，可以，好，计时。等一下，来，要什么？肉的紫苏梅果肉的香味。哦，哎，你怎么跟他就转成国语？水哦，怎么亲我俩倒了。要粉吗？要粉吗？那个味道还不要乱搞，拜托一下。后面胡椒的风味。来，我一个调味太白粉哦。等一下如果要加一点点盐巴，试一下味道。最后这个鱼肉下去。现在我一个太白粉做。我太白粉勾芡，等一下。你的青椒呢？青椒先放。因为合矮啦。要。还是你先描。先取一下梅头。好，倒数喽。给。好，10、9、8、7、6、5、4、3、2、1，好，谢谢，谢谢，我好担心哦，我的天哪！厨师帮帮我，要不要来？厨师帮帮我，还没调，要不要？厨师来，我要厨师帮帮我。计时开始。动魔汉，快起来！还没调汁，还没调味，扫。天哪！他的戏份蛮多的，对呀，戏份蛮多。你上辈子中意他哈。我们果然是发对人的。哎呦，怎么样？走对，扫。今天该都要走好高呢。真的，你用个30秒完全去搅那个太白粉。味道 OK 吗？味道 OK 吗？老虎椒粉要吗？该吗？不用吗？掉粉呐？不是吗？你觉得 OK 耶？你等一下早起呀！起啊，他说可以帮我。他说不用了，不用啊，不用加糖吗？加糖醋啊，走对。等一下，我让你讲哦，你完全让你毁掉了呢。没有，灌佛，佢解下就让我都停住加那鱼的水哈，水。唔怕哈，而家已經凍到啦，而家又加落去變紫色魚湯了。OK，你做得更好。可以的，大家都在盛盤呢哈，大家都盛盤呢哈。來，不要那麼鹹，不要。你幾款啊？有味道，還可以再加，要再加，再加鹹味，要再加味道。玉倫，你要不要 double check 一下？對，玉倫，我相信你。有嗎？真的嗎？可以哈。可以嗎？媽媽，我在你旁邊講話，我都聽不到你聲音呢。我真的也聽不到。你講，走對嗎？走對。可以，有比較鹹。好，倒數了，來，準備裝盤了，我裝盤了，我加通了。8、7、6、5、4、3、2、1，時間到。等一下就有吃手控啊，都帶馬莎那一組係叫乜嘢咧？太總鋪咧。而且講真嘅，咁樣一出菜有它的難度都厲害。對啊，其實我一開始在講嘅時間，一看兩片春，問號。對，冇看過啊。對，但是我還走出了嘞，等下檢查一下，試色愉快，很輕的 set， 而且很輕的哦，還有愉快，有，都有。好，等下水來吃困難，好不好？那個老師的我來咬就好了哈。那個你要咬一口給他。對，咬了腹肌就好啊，子噻。緊張咯。好燙哦。又燙。好吃。媽媽咧。好食。你下我試看我改片的哦。OK。來試看。評審不能要啦，好嗎？好。我這樣子不會偏心的問題嘛。好。還是要我幫忙你？都可以。好 OK。學姐說的都對。OK。擺成對眼好誒，都中凍到誒。對啊，你忘記總統都會扣分這件事啊。因為哦，
大家嘅颜色设计咯，抢来肉啊。对，系啊，汉肉吼，我哋要切嘅太细，唔会太太，唔会太细。因为哦，相信做两道菜哦，我一本成二色啦。反正玉轮周围就全部都堆呀，哦，是不是这样？系啊，对呀，来，米头完全没平容。鱼有骨头哎，那不是很正常？哪一只鱼没有骨头？来举例。因为达到跟其他嘅理想吗？理想吗？有哎，你有慢耶。不要看它简简单单的色彩，可是周起来的时间，米头有鸭毛呢？有没有抓到刘师傅给他讲的重点？等一下就来可以和师傅用的评分了。好，提前呢就先抢刘师傅抢本分数。来，卢师傅抢本分数，本分数，恭喜！哎呦，我第一个讲办呢，因为我哋要嘅挑米嘅部分哦，因为卢师傅有帮忙加个那个水，猫顶球就加分哦，我来糖也还，我们雪玲师傅用慢讲，切的大小块，那款，你安尼当木叶仔，你安尼还好，我们马上切的。大小块差很多，马上切的。OK， 大小块差很多。哦 ，OK。还有吗？冇嘞。哦，只夸奖我的部分哦。对，没有。你误会了，刚才可能切的米头拢冻好啦。对，都冻好啦。而且玉轮家己都切它切都冻好，嘿，切它冻顺速啦，刀工很好，玉轮刀工。其实是你话讲的，高汤冻住啊，现在不用水啊，不用个阿姨哦，变到银行的不用冻都会调味料。你怎么没有帮我们？正差都是个加黄的汤。但是睇下我故意些帮忙的时间，去水加桶，加好咧，总得找加桶诶，加个桶下边桶诶。可能係你因為你都有糖到哦，我都有就加水，咁我加埋嘅水冇糖到啦。對，唔所以你一下嘅結果係嘛嘅？結果上去前面，提前講係哦，我都要得到3分哦。哎呦，好，來，現在恭喜一下，來，恭喜玉輪哦，來，哦，恭喜你要得到3000塊嘅加菜金咯，恭喜！好，唔過呢，基本以後就算冇得到大條兩個主編呀嘅總會內容嘅呀嘅時送嘅幫嘅冇賺幫嘅本送俾你的。大家呢度了解節目嗬，做得搞，做得學習做菜，還有做得搶到你嘅老公進來你的節目，有嗎？今點搶住誒，係冇？來，來分享一下，因為觀眾朋友很多找老婆嘅標準要講一下。媽媽好像哦，來，很兇哦。找老婆的標準怎麼挑到的？好好說，就跟他一樣，陷下去了啦。心姐哈，恭喜啦！這個3000塊好好的用哈，今年得到這個冠軍嘅感想係嘛解？當歡喜來參加呀，一家之主，本來就係機會煮菜。哦，平常時豆腐還冇機會煮菜。好啦，今年吼非常歡喜，歡迎你到啦，吼！恭喜！來唱下嘅水牛記驗真記發表一下今日參加嘅心得，增加我嘅知識啦，嚇。學到嘅家常菜啊，當歡喜嚇，希望下擺做得再過來參加。真勁好，今日當歡喜做得邀請到大家嚟都入到邊度，然後你跳下來學習。係啊，假使哦，你真正對做菜哦非常有興趣，假使你對做菜非常有信心，假使你想到節目當中哦，真嘅榜樣哦，全做得來報名參加哦。係啊。好啦，你家之主呢，就下禮拜再見咯，拜拜。